学，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？一板一副，我整个失恋，阵法招式和境界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击看下去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大概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神，主宰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迹，人生中不是原罪，怒气都加倍，热闹我的歌要小心天降积累。阿里师兄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啊？下一集在哪儿啊？你点击追番就知道了哟。我现在应该比那砂锅队长都厉害了吧？系统真是开挂利器哦！小兰看到我破镜3段，肯定会惊叹。啊，胖子，境界3段。这么快！你是谁？为什么偷袭我？刘大宝，我打你是为民除害。安林，你什么时候3段的？哼，本天再过2天就御灵，你要不现在就叫我说，找死！警报！这招你挡不住。那我跑。红度追身，跑不掉。那怎么办？施展天明道宫体，将符咒道力消融于气海。此法风险极大，祝你好运。怎么操作？到时候你就会了。啥玩意儿？天庭之光阴！别动！小兰，小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补课呀。这么巧，我也想去找你补习呢。没想到你都3段了。就随便练练。阿林，你给我出来！本人战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刘大宝是也。我向你发起挑战，没睡的仙女们，出来瞧一瞧喽！刘大宝，阿林，天明道！阿林，你怎么样了？这招口径还真大。别说话了，赶紧调息看看。我好像快。阿林，别吓我！好啊，阿林，原来你还在！阿林，今天没放过你，我们改日再战。阿林，我们去找校医，我一定治好你。小兰，我还没说完，我感觉我好像快要突破到4段了。啊？就随便打一架就又要破镜了。吓死我了你！
小兰人物羁绊加深，好感度由一见如故升华为共进退。昨天没睡好吗？很好啊，我都没住过这么好的地方。睡得好才怪啊！昨天刚来报道，晚上就被人偷袭。本以为老师会认真调查，然而……恭喜你，安林！啊！你一入门就成了全派之敌，如此机缘真是可喜可贺。啊！我也会对你加倍严格的，坚持不懈。哎，不仅是老师，就连小兰也……虽然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，但我真的羡慕安林你呢。啊！能成为全派之敌的，可都是身负大气运之人。全派之敌。关系户。系统，这些人是不是在应我？用超级神剑术可以观察环境。灵眼，嘿，他就是最像关系户了，毫无羞耻心，关系户最可恨。听说他昨天被人偷袭了，为民除害，威胁小兄弟。啊，这徐小兰怎么回事啊？跟这种人走这么近？不在，竟然连累小兰了。黑子们等着打脸吧！我可是学霸呀，本学霸修个炼还不是轻轻松松？这是什么？嘘，这位是我们的修道课老师苍青长老。老师是棵树，他该不会没有人设吧？这是老师的道义化形啊！哦，对了，你听说了吗？我们班除了你和修元成以外，还有第3位真身推荐者，他是玉灵镜。来了，青木皇族公主苏浅云，玉灵镜绝世美女，不，绝世天才。3年级柳师姐的第一校花看来要易主了，没想到苏浅云比徐小兰还……我完全看不透她境界啊。很正常啊，她境界比你高啊，还是安林道心芥蒂，不被美色。哇塞，她长这么美啊！经不起夸。来了，万灵宗少主轩辕成，御灵期中段的妖孽人物。哇，这架势，这气场，这哥们捧场王啊！好帅啊！上天确实不公平，哪怕在天才云集的1班，他俩都能卓然拔群。唉，我最讨厌这种人，靠脸能吃饭，靠本事也能吃饭，靠爹还是能吃饭。嫉妒啦？小兰，你也是这种人呐？我为啥不讨厌你嘞？没出息。大家好，我是苍青道人，我教修道课。我近日在闭关，所以传来一缕道境供大家参悟。大家注意啊！这堂课就是这些内容了。就这，小兰，修仙界就这么教学的？
看来不是教学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道境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对不起，安林，放学了我再给你慢慢补课。别管我了，安心参悟吧。就不信下节课我还不懂。这又是什么？嘘，这是我们老师凌霄剑仙呀。人设呢？请问人设呢？就一把道具糊弄我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凌霄。我现在正在石龙洲前线作战。我传回一道铁血剑意，供大家参悟。现在开始上课，上！这我猜我一转头，猜对了。哼，有本事下堂课还这样。知道，这一定是老师。欲炼丹，先养火。这道炉火乃是我炼制的神火，那么参悟神火真意吧。大家好，小兰，来，快来见过老师。孩子们，炼气的浪漫就是碰撞。今天我只出一锤。领悟多少看个人，开冲！安林，你还好吗？总算看到活人了。我是你们的总教习月影长老，凡学课教凡间事。首先，我任命安林为凡学课代表。凡间的事，问他。坐下吧。凡界汉修国的最新款手机，再有上百款流行 APP。本堂课的教学内容是自己玩手机，玩一堂课。跨界联网会消耗大量灵能，所以一下课就断网。抓紧时间吧，开机。这个好看啊！星星。老师，凡学课的教学目的到底是啥？不应该线上概论啥的吗？比如怎么从灵界角度认识凡界之类的。凡学课相当于你们体育课，没被占据就不错了。给你玩这么多。饶了我吧，我真的想学习啊。Hello everyone，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节命理课，我们先教命理概论。教概论的目的是帮助大家认知何为命理。这神棍讲课还挺科学。认知方法是放下自我，回归本我，实现超我，最终体认因果和时间。对了，有做学问那味儿了。所以大家睡一节课，睡醒了把梦到的东西写下来，下堂课分析。啥玩意儿？我数3声，大家就会进入梦乡。3、2、老师1。安林，以你的境界无法感知，我今天破例直接把你告。你今天有一种血液，等你睡了。每天醒来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，有点困难。
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，情况经济名额有限，报名队伍这边排。有些事要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数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，总有人说开黑他一定会来。速度要飙上800迈，外套第一选择迷彩。中二的年纪就要狂起来，就当一回游戏天才。笑容决定运气好坏，但要给我算命请走开。下次带你领略城市色彩，听听凡人无聊的百态。每天我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木